日團建節共切家啲歌羅西日19節，因為到天下隆重上帝合意在耶穌基督嘅內中，咁咪嘅合意那天下上帝嘅大能充滿落基督嘅內中。嗱，歌羅西日20按樣人講到，透過上帝基督格切家隆重人類伙食在上帝裡面。在地球裏也好，在天堂也好，佢也基督已經火死了在十字架嘅啲，格一間人類，但係佢在十字架嘅火死啦，格一間人類格上帝啦，因為是間人類跌落罪惡嘅方面，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在上帝嘅裡面。一家嚟到上帝嘅面前，透過基督嚟到世間出世，佢死在十字架，透過佢嘅犧牲，透過佢嘅生命嚟火死一家人類喺上帝嘅面前。為了咩呢？為了一家人類能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把世嘅天阿爸，嗱，即係用緊一個係一個基督，一個係基督。等於是到上帝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即幾樣能夠隔一家嘅取快結合，人類之間跌落罪惡嘅方面冇本事出場，撇就一家社場，撇就一家改革，一間人類誕生嘅取，生生係上帝朝咧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加入朝一間人類嘅上帝，幾樣能夠改革一家嘅罪惡嘅方面，肯去犧牲家嘅生命，就能夠改革。因為到上帝全能嘅上帝嘅錫一間人，在世間嘅啲佢唔係一間人變到永遠嘅處罰，佢係一間人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每人心中你相信，在你信任耶穌基督一個救主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即刻能進到天父阿爸嘅地。在世間你嘅大家同在，然後冇離開嘅世間，自己肯大自家進到天堂嘅天父腳下。阿門。